NBA 常規賽嚟到最後直路，我哋 CLS 波羅繼續同你睇睇東西岸兩大偽強隊。去到西岸，我哋有請今季打法非常有趣嘅灰熊，佢哋今季面對東西岸頭6名嘅球隊，同上集介紹嘅公鹿差唔多，都係輸多贏少，只得9勝17負。但灰熊同公鹿唔同嘅係，佢哋今季其實做咗好大改變，仲打出令人好有驚喜嘅打法。眾所周知，呢個年代擋拆喺戰術上面非常重要，而灰熊偏偏就係全聯盟唯一一隊擋拆使用率唔夠1成嘅球隊，取而代之佢哋用好多無球走動去佔據球場上嘅空位，從而打出良好嘅 ball movement 嚟創造得分。只可惜當家球星渣哥本身都係一個中意打擋拆殺入籃底嘅球員，當球隊打法改變，加上現時灰熊中鋒提供唔到好嘅擋拆質素，再加上佢本人受傷患困擾上陣唔夠啦，都令到灰熊每次強對壘只可以靠 JJJ 打破僵局。以上限嚟講，當然比對手差咁少少。再踩多一腳嘅係灰熊喺呢個時候同總教練 Jenkins 分道揚鑣，真係唔知佢哋季後賽可以行幾遠啦。但總結今年灰熊確實再一次打破世人對籃球嘅刻板印象，係中意睇戰術嘅球迷非常之值得留意嘅一支隊伍。